2026年屬牛嘅人運命全解釋。2026年係農曆丙午年，天干丙火，地支午火，火勢強勁。屬牛嘅人地支為丑嘅地支丑土同午火形成官鬼之害。呢一年整體運勢可謂機遇與挑戰並存，無論事業、愛情定財運，都需要用穩健同靈活嘅態度去應對。事業運勢貴人助力，防備暗險。2026年屬牛嘅人嘅事業場面有明爭暗鬥，要以剛柔並濟嘅態度應對先得。好彩嘅係呢一年有貴人相助，把握得好就能夠突破困局。職場人士東北方位近宮係流年貴人位，屬牛嘅人可以喺呢度擺放黃玉貔貅陣，增強貴人運。揾合作夥伴嘅時候，優先揀屬猴、屬龍、屬蛇嘅人，因為佢哋可以同屬牛形成巳酉丑三合金局，幫助事業推進。農曆2月卯月三台吉星入命，呢個時候主動向資深前輩請教，有機會靠佢哋引薦打開新局面。農曆9月戌月驛馬星動，外派調動崗位或者跨界合作都可能帶嚟新機遇，尤其係新能源基建、地質勘探呢啲領域，不過都要提防危機。農曆5月水火激戰，要小心競爭對手暗中搞破壞，重要文件一定要做多重備份。農曆11月子月劍鋒星出現，千祈唔好簽署高風險協議。如果真係要簽約，揀陽光充足嘅子時，朝早9到11點會好啲。創業者火旺克土之年，創業嘅屬牛嘅人要以土性堅韌為根本，做農業科技、建材貿易呢啲土屬性行業嘅，可借助農曆6月未月三合土局嘅力量逢低谷。做金融嘅朋友就要留意，農曆9月戌月有小號星干擾，債券類投資唔好超過總資產嘅20%，仲要設定10%嘅止損線。受歲破影響，人工可能因行業調整而波動，建議提前規劃副業，增加收入來源。事業吉位喺正東方震宮，有利文書同合約，擺放青銅龍形擺件可以增強行動力。西北方田宮適合擺黑曜石玄武像，用嚟鎮官非，化解壓力。愛情運勢打破隔閡，用心維繫受丑午傷害影響。屬牛人嘅感情生活呈現外表穩定，內裏疏離嘅狀態，無論單身定已婚，都要多花心思經營。單身人士紅鸞星伏藏，太陰星主事，緣分好似霧裏看花，好易錯過良機或者墮入虛情。自我設限同長輩干預係兩大阻礙。屬牛嘅人本身嘅固執性格被午火加強，可能會因為經濟條件、外貌焦慮等問題苛求完美，拒絕潛在嘅好緣分。寡宿星暗讀，農曆正月7月好易因為父母反對而錯過適婚對象，尤其對方係屬馬、屬羊嘅時候，午未丑。想破解嘅話，可以喺西南方位坤宮擺黃玉貔貅，催動紅鸞能量。正西方位對宮放銅鈴，化解寡宿嘅孤獨之氣。農曆8月酉月金貴星照命，經司法、教育行業人士牽線嘅緣分多數係正緣。冬至之後7日地解星出現，同舊同事重逢，好可能締結良緣。已婚人士夫妻宮有小耗同天德星一齊守護，表面睇落和睦，實際上內耗好多。經濟問題同親密關係冷淡係主要危機。丙火生土太旺，導致土重金埋。農曆5月、11月好易因為投資蝕錢、贍養費爭執傷感情。化解方法可以帶白銀飾物，用金器蝕走過往嘅土氣。午火着傷丑中癸水，可能令夫妻間親密減少。可喺臥室東南方掛9宮水掛圖，並喺亥時晚上9至11點
點沉香靜坐，調和氣氛。另外，每年經值日用五色土製澤神，營造五行流通嘅氣場，破除太歲影響。每月初一同15一齊飲桂圓紅棗茶，搭配海帶湯進食，有助水火相濟，維繫感情、財運運勢，穩守正財。辰對偏財受官鬼之害，同暴敗凶星影響。2026年屬牛嘅人嘅財運要以穩為核心，千祈唔好冒險。上班族雖然人工可能因行業調整有波動，但只要努力工作，正財收入都算穩定。有投資習慣嘅要小心合同陷阱同資料遺失。農曆11月子月前後資金鏈好脆弱，創業者最好預留30%嘅應急資金。投資嘅時候一定要充分了解市場，唔好盲目跟風。做金融行業嘅債券類投資比例唔好超過總資產20%，仲要設定10%嘅止損線，可以揀定期存款、債券基金呢啲穩健嘅理財方式，保障資金安全。健康運勢勞逸平衡，警惕隱患，午火爭火，穿懷丑中生金。屬牛嘅人2026年暗藏健康隱患，一定要好好保重身體。工作同生活要勞逸結合，千祈唔好過度勞累。火旺之年好易令人情緒煩躁，屬牛嘅人要學識調節心情，保持平和心態，記得定期體檢，及時發現同治療潛在問題。特別留意2個月份，農曆5月水火激戰，要重視心臟、血液方面嘅健康。農曆11月子月劍鋒星現，要小心意外受傷。飲食方面多係清淡易消化嘅食物，加強鍛煉，增強抵抗力。家庭運勢主動溝通，維護和睦。屬牛嘅人2026年要多抽時間同家人溝通，先可以維持家庭和諧。已婚人士千祈唔好因為忙工作而忽略伴侶感受，遇到矛盾要互相理解包容，一齊商量解決。有子女嘅家庭要關心小朋友嘅成長同教育，俾足關愛同支持。對長輩要尊重佢哋嘅意見，多關心佢哋嘅健康。農曆3月、辰月、9月、戌月呢啲情感易鈍化嘅月份，更要主動同家人傾偈，加深感情。總結2026年丙午年對屬牛嘅人嚟講，係機遇藏於挑戰嘅一年。事業上有貴人助力，但要防備暗險同合同陷阱，靠穩健同合作突破。愛情方面，單身要打破自我設限，已婚要化解內耗，用心經營先能穩固關係。財運以正財為主，偏財務必謹慎，預留應急資金防風險。健康要勞逸平衡，警惕心臟問題同意外。家庭則需多溝通，尤其係情感鈍化嘅月份要更主動。屬牛人只要發揮自身堅強嘅優點，配合靈活嘅應對策略，就能夠化解官鬼之害嘅影響，喺呢一年穩步前行。記得點讚支持下，中意嘅朋友可以收藏起來，方便日後翻睇。有覺得啱嘅親戚朋友都可以分享俾佢哋一齊參考。想睇更多年份或月份嘅運勢分析，記得訂閱跟住更新，唔好走寶啦。今日嘅講解就講到呢度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收藏，多謝各位。